品尝完美味的手工面趴饭之后，我跟呱呱发现，在客庄中经常可见的伯公庙是当地的信仰中心。带呱呱认识伯公之后，我跟呱呱的挑战又来了。下一站，我们要用双手感受陶土的魅力，还要考验呱呱，看他可不可以有耐心的完成作品。妈妈，通走慢慢来，对吗？对哦，通走慢慢来，这样子作品才会很漂亮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会画花朵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帮妈妈画花朵。妈咪，我的创意蓝色画好了。这么棒啊，画得超级棒，100分。没想到在美浓客庄当中，陶土也可以被做成客家懒咱的造型。看看我跟呱呱彩绘的懒咱陶板是不是很可爱呢？老板说呱呱看起来很有天分，所以要让他挑战更高难度的手拉胚，看看他可不可以挑战成功。你看哦，先干孤品哦，大家好，找我慢慢的做。好。你这个失败了啦！你做什么？丫丫。为什么会变丫丫？我们要请老师救援了啦。要。那你还可以救援吗？丫丫丫丫丫。丫丫杯哦。菠萝。你很好笑哎。妈妈，通通慢慢来，好漂亮！我要手电蜡笔。好哦，那你就要好好做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很厉害耶！要慢慢把它拉起来，对不对？呱呱拉胚的通走慢慢呢，做得好认真哦。看他专注的神情，感觉他又长大了。只是我们做的再认真，还是没有办法做出像老板一样厉害的作品。为了让呱呱可以送爸爸一个漂亮的杯子，我们还是要拜托老板帮帮忙。老板慢慢呢，用他的巧手，一下子就完成美丽的作品了。所以等于按你做好的那样更难以地位烧的哦。烧好的已经可以用。要烧多久啊？烧1礼拜。哦，1个礼拜，好。妈咪，我也会做手拉胚。对呀，你做的杯子超棒的哦。那你觉得诀窍是什么呢？我记得做手拉胚，通走慢慢来。